7月19號，現在係13點，即係1點。數學測估，今日我講一個議題，呢堂書一個課題，就係有一個指標叫做 Greenblatt Magic Formula， 呢個人名嚟嘅呢個 Greenblatt， 佢嘅數字咧係幫你揾出邊一隻股係又賺到錢又平，即係又平又好。咁佢用嘅算式咧就係好簡單嘅啫，好容易寫嘅嗰啲程式。嗰條算式咧有兩個部分，有一個部分咧叫做 earnings yield， 叫做 EY， 我哋通常都叫做 EY。咁佢條算式咧就係呢個 EBIT 即係你利潤稅前，即係唔使計稅，唔使俾利息。即係譬如你借啲錢翻嚟營運你盤生意，你賺到錢，你俾利息出去，嗰個利息唔計，咁唔計都有原因嘅。即係譬如你比較緊兩個地區嘅 Greenblatt Magic Score 咁樣，一度係高稅，一度係低稅咁啊，咁啊混淆咗，就唔係真係計算間公司嘅盈利能力。咁個分母咧就叫 Enterprise Value。Enterprise Value 你唔好誤會咗喎，唔係間公司嘅內在價值喎，即係你要出幾多錢可以買間公司翻嚟。咁佢嘅計算方法就好簡單嘅啫，即係市值加埋啲負債、啲債務就減咗佢嘅現金。咁啊舉一個例啦，譬如匯豐佢買呢個恒生好多 cash 嘅，咁佢個價值佢嘅 Enterprise Value 即係佢要攞嘅錢出嚟咧就係少嘅細嘅。譬如間公司好多債，即係好多負債嘅咁樣，咁咧就變咗咧你個 enterprise value， 因為你要買埋個債翻嚟，咁所以你嗰個價就會貴啲。咁但係咧你注意咧，佢講到明咧呢個 magic formula 唔可以計銀行喎，唔可以計保險公司喎，因為嗰啲存款係計咗落去負債嗰度喎。咁存款係好嘢嚟㗎嘛，存款係 capital 嚟，咁可以幫你嗰啲係錢嚟㗎嘛，嗰啲啊可以俾你賺錢㗎嘛，俾你借出去賺錢㗎嘛。所以呢條 formula 咧就唔適用於銀行保險。咁銀行保險用咩咧？佢哋係用 return on equity， 用 equity 嚟計算嘅，唔係用呢個 enterprise value， 即係唔係用呢個liability 嚟計算嘅。咁一陣間我都會 show 埋俾你睇。咁當然啦，你計一隻，譬如咁講啊，有一間公司佢兩間公司相同咁賺咁多錢，但係有一間咧要貴啲先買到嘅，嗰間梗係差啲啦，係嘛？另外有一間咧平啲買到，因為佢好多 cash 咁樣啊。舉例就恒生啊，係嘛？恒生好多 cash 做恒生。好啦，計咗呢個 EY 之後咧，就係另外一個要計算咧，就係 ROC， 即係 Return on Capital。Capital 好容易啦，大家都明白咧，就係有啲叫做 fix 固定資產，同埋有啲叫做流動資產咁樣叫啦，即係有啲錢，有啲唔係錢，都係計咗喺資產裏邊嘅。即係舉例，你買到好大件嘅機器咁樣，你買隻船嘅咁樣幫你運貨嘅，你又要有啲錢去營運嘅，咁咧嗰啲 capital 咧全部計晒入去咧，又係用翻你除稅前俾利息之前嗰個盈利，就係做分子。咁呢兩個數字咧就係出嚟啦。咁譬如你幾隻股一齊做呢樣嘢，咁你咪有幾個 EV 咯，咁咪就幫你排序。咁啊呢一個 ROC 咧又幫你排序咁樣，排完之後就將兩個，譬如呢個係排第一，呢一個數係佢排第二，咁咪一加二，咁咪等於3咯。咁如果你用幾隻股票一齊去研究咧，咁佢就會俾一個排名你嘅，排喺最頂嗰個咧就係又平又揾得錢多，咁好容易啦，係咪啊？即係教你點 rank 嚇，即係其實呢啲咁嘅 ranking 咧，喺好多嗰啲賽馬電腦賽馬機啊嗰啲咁樣都係用呢啲㗎。即係近期賽績俾個 score 排一個序，本路程賽績排一個序，咁啊騎師表現排一個序，咁大家都俾個分，咁然後加埋去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東方日報有個 app 㗎，有個賽馬 app 㗎，叫波士啊，波士叫賽馬機咁樣，即係佢係幫你排序嘅咁樣。你話係咪好100%經常會中咧？係有得中嘅，係有個概率，嗰幾隻馬喺前4個出現咁樣㗎，但唔係話場場都得啊，一個機率係有嘅。咁啊唔好講賽馬啦，咁而家睇睇個程式係點樣用法。啲程式就好簡單嘅，我有一個例子啊，需要幾樣嘢啫 ，Pandas、NumPy、WiFi 咧，呢啲好普通啊，即係你去 Colab， 你直頭 paste 上去都幫你做咗嘅。咁我哋就測試幾隻公路股啊，995安徽皖通啊，安徽皖通雖然話星期五係大跌市，佢要升嘅喎，真係唔係講少喎，真係啊！107就四川成渝啦，呢個安徽皖呢個就係177係呢個
江蘇寧滬啦，576係浙江滬杭甬啦，548呢個係深高速咁先啦。即係你唔需要同類嘅，不過我就中意做同類嘅，即係睇下，譬如我想投呢個板塊，我想睇下邊隻好買啲咁解。咁都係去 Y-Finance 嗰度用 Ticker 呢一個 function 咧，就攞啲 stock info 出嚟，咁啊應該齊晒喺裏邊嘅。我抽佢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幫你計一輪。又排起個次序，咁就 print out 係咁簡單噶啦啊！咁佢做嘅方法就係好快嘅。咁佢做咗出嚟咧，就係做咗一個咁嘅 print out 啦。佢咧就話浙江576係排第一，安徽皖通係排第二咁樣啊！即係最揾得錢多又唔貴嘅兩隻股咧，就係呢兩隻。咁另外咧就係最貴嘅或者揾錢能力冇咁強嘅咧，就係深圳深高速咁樣啊。咁你睇翻個 DF， 佢係整咗個 DF 出嚟嘅嚇。咁個 DF 咧就係好似咁嘅樣嘅。Return on Capital 嘅 ranking 咧就係四川成渝第一，浙江滬杭甬第二。嗰個 EY 嘅 ranking 咧就浙江滬杭甬排第一。咁所以咧呢一個加呢一個就等於呢一個咁樣，然後整體嘅排序就出咗呢一個咁嘅榜，呢個叫咩榜啊？呢個叫做英雄榜，呢個叫做咁咧就係如果我買咧，舉例啦，譬如我就想有啲錢，我收咗，譬如我收咗呢個四川成渝，我收咗錢啦，我想投翻隻公路股咧，我而家呢1分鐘咧，我會揀下安徽皖通，我都同大家講咗啦，喺個標題都有講啊，995咁，995星期五升4%，唔係講笑喎，真係啊 ，OK， 咁你可以做第二啲嘅，即係做下啲941啦，做下啲6823啦，做下啲762啦，8號仔啦，或者睇埋隻澳門啦，1883咁樣，1883啊 check 1883 8號聯通。香港電訊同埋中移動咁樣，咁啊做啦，佢好快嘅，好快出嚟嘅。咁咧佢依個排序咧，佢就話排第一咧就係澳門嗰隻，你唔怕佢細，你又買佢啦，即係揾錢相對於佢嘅價錢啦，又平又相對地揾得錢都唔錯。第二隻就係941，最唔好咧就係暫時啊，就係8號。睇佢點解先，佢咧計算出嚟咧就係 return on capital 排頭咧就係1883 ，EY 咧就係中國聯通，咁啊中移動咧就排喺2啊3啊咁樣啊，即係另外有隻6823咧就係 return on capital 又排第2位，咁但係加上嚟咧成個 score 咧就係應該1883幾好，然後就中移動咁樣。即係如果我有錢多，譬如我收咗呢個823啲錢，我一係我就買中移動，一係就買1883。我而家呢1秒鐘係咁樣啦。好啦，我之前咪講咗嗰啲 financial 銀行同埋保險咁啲啦。咁我咧就攞咗幾隻美國股一齊做啦嚇，就係 JP Morgan 啊、美銀啊、富國銀行啊、花旗啊、高盛啊，同埋 Morgan Stanley 啊咁樣啊，即係大小摩都喺度啦咁樣，咁就用呢個 return on equity 嚟做啫，即係改少少嘅啫。咁咧佢嘅排序咧暫時咧就係 Wells Fargo、富國銀行同埋 JP Morgan。Wells Fargo 同埋 JP Morgan， 咁下邊呢個咧，我哋自己做嘅呢個咧，就係用幾樣嘢好簡單啦，用呢個 PE 啊、PB 啊、Return on Equity 啊，嗰啲我自己寫都得啦，係嘛？即係去呢個 Y-Finance 嗰度執佢出嚟，就冇用呢個 Goldblatt Magic Score， 咁啊睇睇咧，其實都係執到 JP Morgan 排頭 ，Wells Fargo 排第二咁樣嘅，都唔差得遠嘅，係咪啊 ？JP Morgan、Wells Fargo 差得遠嘅，所以你我呢個都分享埋出嚟啦。呢個係用普通嘅 PE， 咁 PE 細啲，梗係平啲啦，係咪？即係相對於盈利係咪？咁 PB 就係佢個 book value 越細嘅，咁啊即係越抵啦，係咪？即係咁嘅意思啊！我就將呢兩個 score 加埋個 return on equity， 你可以用埋個 return on asset 嘅，我呢個計埋嘅，全部啊，做出嚟嘅結果都係從用 Greenblatt， 不過用呢個 return on equity 計出嚟嘅，嗰條 Q 都係一樣嘅，第一、第二名都係差不多。即係話咧，如果我要買美國銀行股，我而家暫時，譬如我有啲美金喺度，想買啲銀行股，我會揀 JP Morgan 啦，或者揀 Wells Fargo 係咁啦。睇下啲本地啦，啲本地銀行升咗呢一個先啦嚇。
即係我應該分享出嚟，打埋呢啲美國嘅銀行嘅代號喺度，逐個打入去啦咁樣。0005，即係我咧就建議咧，即係譬如香港銀行，你又打香港銀行一紮咁樣啊。如果你各有四大，你就用國內嘅，因為大家嗰個會計啊，嗰個喺Yahoo Finance 嗰度登記嗰啲數字咧，即係我覺得應該歸一啲。如果你係要比較認真啲去比較嘅話，我而家將啲本地銀行擺晒落去呢度，2388中銀香港，0440呢個大新，呢個2888呢個係渣打，23係東亞，呢度應該俾翻一個 quotation。仲有咩啊？睇埋隻900，呢啲叫財務啦嚇，即係大耳窿626大眾，好細啊呢啲啊。總之係本地嘅，睇下有冇打錯啲標點符號。如果冇嘅話咧，就係用呢個 Greenblatt 做下去。佢話咧大新同埋 Eon 暫時揾錢，相對於佢嘅價格係最抵買。第三節就係中銀香港，然後先至到東亞，然後到渣打，然後到匯豐。最唔好買咧就係626，都係嘅626，先係啱啱轉虧為盈啦，即係久病初愈咁樣啦。即係如果你即係換句説話，而家我有啲錢，我收咗中銀香港，中銀香港份股息好大喎。星期一同大家分享。如果想買下金融股啊，咁我或者會買下大新440，個用處就係咁樣啦。咁啊，今日呢一 part 咧就係講完啦，數學測股咁啊都幾好用嘅。咁啊，但係你要注意喎，即係呢一啲招數唔係話一個招式可以幫到你，就係幫你解決一個問題嘅啫。譬如我有2-3隻股，邊隻平啲啊？相對於佢個賺錢能力咁啊，邊隻抵買啲啊？咁樣上一次嗰個 F score 咧，就睇下間公司係唔係好有效率咁營運啊？會唔會好高槓桿啊？賺錢能力係點啊？咁樣係做嗰啲。咁啊，今日呢個 Magic Score 咧，就係睇下佢究竟係咪好貴，抵唔抵買啊？咁就排一個順序俾你參考。咁啊，除咗呢啲咁嘅細伎倆之外咧，你仲要知道咧，就係攤路啊嘛，唔係香港股票嘅攤路啊嘛。攤路嘅意思即係話，如果個大市喺度跌嘅時候，咩股喺度升嘅，嗰樣嘢要係最基礎嘅炒股。如果你連攤路都唔識，蒙查查咁走入個賭場嗰度，咁啊輸錢機會好大嘅喎，係咪？即係你去睇翻我星期5嗰個長者收股息，你睇頭15分鐘你就明白㗎啦。大市喺度跌嘅時候，有啲咩股係企得比較穩啲。咁今日講到呢度啊，祝大家有一個愉快嘅星期日下午。